EV 車主請注意，車位裝電樁價值實倍衝。無論你個車位係租嘅定係自己擁有嘅，請快啲安裝充電樁。而家香港有70萬架私家車，其中有82000架係電動車。電動車嘅滲透率係11%。2035年之後，香港將會冇晒燃油車，所有人將會揸電車。而香港92% 嘅建築物嘅設計同埋個建設嘅時候，根本冇考慮過電動車用電嘅需求，所以唔可能滿足所有電動車同時充電。當電動車嘅滲透率到咗40% 嘅時候咧，全香港大部分嘅屋苑嘅電容量都會不勝負荷。你可能唔知道啊，提升屋苑嘅電容量咧，其實係需要安裝好大嘅變壓器嘅。絕大部分嘅屋苑嘅配電房啊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牛房咧，其實都係冇空間去安裝嘅。當個滲透率超過40% 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都要爭先恐後去安裝充電樁嘅。冇充電樁嘅車位咧係唔值錢嘅。趁而家嘅滲透率仲唔係咁高嘅時候，快啲安裝。有充電樁嘅車位咧，起碼升值20萬。車位裝電樁價值實倍衝，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